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3月9号，在153年前的这一天，我们知道马偕博士从淡水河边就是邮局后面的那个地方登陆，来到淡水，开始他在北台湾的宣教工作。当然，我们淡水教会是他设立的第一间教会，也是他最早开始工作的地方。那我们能够在这个屹立153年的淡水教会在这里敬拜上帝，实在是与有荣焉。那我自己本人也觉得很高兴，能够在这个特别的这一天来到淡水教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也愿上帝特别赐福我们淡水教会，以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继承宣教师的宣教的精神。以及他在爱台湾人民的心志，也让我们能够让上帝的国度更加的扩大。我们现在要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看顾，让我们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可以在你的圣殿来敬拜。我们也缅怀纪念马偕博士他的宣教精神，我们也可以继续传承，继续来传扬。我们这个时候也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属灵粮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施会者有帮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耶稣他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跟这些门徒相遇的经过，特别这一个大弟子，这一个叫彼得的，那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故事记载，我们可能会忽略一些细节，所以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或者是觉得就是这样子发生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会发现其实，现实没有那么容易。首先，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拿撒勒人，拿撒勒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犹太省的加利利省，犹太的加利利省。然后为什么叫加利利呢？我们今天说叫格尼撒勒湖其实就是加利利海，或是加利利湖，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称。那一般人所知的就是加利利海，因为它这个湖很大，所以他们就习惯它称为一个海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海不管怎么样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后，当然就是先在他的故乡周围，就是加利利海周围那边就是有许多的乡镇在那边传福音。当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有属灵的权利也有这个讲话也很有权柄所以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当然也有人想要来让耶稣为他们来医病、来赶鬼解除他们生活上的这些问题这个是当时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候传福音的状态。那又有一次，就是很多人都靠过来围着耶稣要听他讲道。那从前没有这个现代的这个扩音系统没有麦克风没有喇叭。那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对许多人讲话呢其实他们都有这个智慧。怎么说呢这个第一个，如果人太靠近的话，声音一定是弹回来，后面的人就听不到。那再来所以耶稣他要离他们稍微有点距离，那又是在这个湖边。那当然耶稣也要保护自己，不要让他们不小心把他推下去因为人一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挤。那耶稣就坐在一艘湖面的小船第一个这样子跟这个岸边有点距离。再来我们住在淡水河边，我们知道有时候如果这个风向对的话，从这个河面吹上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对不对？那其实如果你站在靠近
河边，甚至在河里面的船上，你要对这个方向讲话，风就会把你的声音吹过去，这个就是这个广播学，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智慧，会利用地形，让自己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如果有机会到这个地中海周围，他们很多的剧院、剧场就是盖在这个靠近河的地方，或者是靠近山脚下，那刚好风向吹过来，就可以让整个剧场都听得很清楚。所以耶稣当然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他坐在船上，他比较安全。那他跟群众有点距离，甚至可以借着风向，让他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坐在船上的原因？那只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刚好是坐在这个彼得的船，不晓得是故意还是刚好。那耶稣在宣讲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之后的登山宝训，这些宣讲的内容讲完了，照理说就没事了，对不对？众人就可以散去了，耶稣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耶稣的事情还没有完，他故意，他找了这个彼得，其实他本来的名字叫西门，所以我们习惯叫西门彼得。跟这个西门彼得跟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耶稣的命令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要照着做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呢？好，这个我们看到西门他的回答说：“夫子，他知道耶稣是拉比，是犹太人的教师。当然，他也知道耶稣原来的身份是木匠，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都是在那个地方附近，他们一定知道耶稣的身世。重点是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如果你上大夜班，如果你要回家的路上，你会想要再做什么事情吗？不会，你想说我能够有东西吃一下，我回家就准备睡觉，准备休息。那彼得他们整夜劳力，他们去捕鱼之后，他们那个时候在干嘛？在整理他们的渔网。我从前在澎湖，在那个地方当传道，我有机会我们会也有这个捕鱼的，也有是船长的哈。那有时候我去探访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捕鱼回来做什么事情？他们在那边整理渔网。为什么？因为渔网可能会去捞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不是只有鱼而已啊，可能垃圾也很多，海草也很多，甚至卡到石头，渔网会破掉所以他们也要在那边修渔网。彼得那个时候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准备收工了。今天耶稣叫他已经做好的这些，然后再收一收，拿到船上再去捕鱼。这个你们要知道彼得的心情其实是很累很累。但是不只是这样，他又说并没有打着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收获，没有什么渔获可能几只小鱼这样而已，不能拿去卖甚至当早餐还不够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吃早餐没有吃饭所以很累，肚子又饿，可能心情也不太好想说要认了，明天再来这个是彼得那个时候的状况，而且他们没有打到什么。但是重点是他说依从你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要依从耶稣的话，如果是圣经的话不难，但是耶稣是木匠，他们是渔夫，他们是专业的渔夫从前的人的工作都是世代相传他们可能是好几个世代就在加利利海旁边当渔夫。但是耶稣的父亲是木匠，所以耶稣当然是木匠。这个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渔夫。木匠要教渔夫打鱼，有那么容易吗？如果是你会答应吗？我今天牧师我是丹江中学的牧师校牧。那我如果今天跟你说怎么做生意跟你说怎么样去做制造的事情有那么容易吗？当然要听不容易。但是彼得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各位，我们要知道哈，他们即使要遵从耶稣的话，也没那么容易加利利海在地图你一看，现在当然还找得到，就在以色列的北边，黎巴嫩的南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陆湖。如果用测量来看，它长就南北长21公里，东西宽13公里，看起来像很多人说，看起来像一颗蛋，看起来像一颗腰果，看起来像一个什么东西。不管怎么样那有人说像一个竖琴所以它叫格尼沙勒湖的原因也是这样子。好，它的面积166平方公里，最深48公尺，大概10层楼，可能更高。然后如果我们熟悉的日月潭它的面积8平方公里，所以它是几倍？20倍哇，20倍！日月潭很大了，对不对？它已经是20倍那么大，而且水深之处在哪里？正中心，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它是一个湖嘛，它是一个冲刷而成的一个内陆湖，所以它的水深之处在正中间。如果你从不管哪一边，你要到正中间，距离多少？至少7公里，至少8公里，看你从哪个方向。从前的船是没有动力，就是依靠人划船，或者是依靠帆布。所以，如果今天彼得他要照耶稣说的，他要克服几个困难，体力的困难、情绪的困难，甚至他的网已经收好了，他要再搬回去，因为之后还要再搬回来，再继续整理。好像台语说"假霸瓦腰"好像徒劳无功一样。但是，而且他要克服对耶稣的认知因为耶稣不是渔夫，甚至他还要花1-2个小时才能到加利利湖的正中间水深之处，没有那么容易啊。好，不要想说耶稣几句话我听就对了如果是一般人要照着去做，没有那么容易。除了这个以外，对于彼得他们来说还有几个困难。第一个，以往的经验他们是世代在那边当渔夫的他们一定有去过那个地方捕鱼，我相信一定不管他是什么想只是尝试而已，或者是说试试看，他们的经验一定有去过，但是他们的经验就是没有捕到鱼因为水深之处不一定有鱼你也不一定捕得到水深之处的鱼而且我从前在澎湖的经验，他们的渔夫他们是固定有几个渔场如果说以加利利湖来看，他们大部分的人会在比较靠近岸边那个地方，水比较没有那么深但是当然又有点深鱼撒网下去，然后可能附近也有一些礁石，他们有鱼会在那边吃海草，或者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对鱼来说所以水深之处不是他们真的平常会去的地方那当然一般人会有几个渔场这个渔场抓不到，再去那个渔场抓不到，再去那个渔场抓不到，几个地方其实轮一轮大概就半天1天去了，而且蛮有趣的他们的家族通常是有自己的渔场，他们有默契所以他们也不太可能去别人的家族的渔场那边因为那个也是他们世代传下来。彼得的打鱼经验大概也是这样，所以今天他们要去水深之处，耶稣说的这个是超乎他们的经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验就是没有抓到鱼，今天耶稣竟然还要他们再去那边抓鱼。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水深之处当然也是会有其他的鱼，但是可能是比较大只，甚至是比较特别的鱼，不一定是平常我们在卖的那种很多你去那边会吃到。我有去过以色列有没有人去过？好，很好你们去有没有去坐船有没有拿那个吐司
丢到天空去让鸟来吃，有很好玩，对不对？啊，特别是像这样的天气的话，你会觉得很舒服。那彼得他们也知道，什么地方会有鱼啊？这个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也是他们的经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是这个有一年以色列那个地方有很严重的旱灾，然后呢，这个我们知道它的水是从这个黑门山上面的雪水融化流下来那当然也要有雨水水汽充足。那如果没有的话，他们还是会继续用水，那水就往约旦河流，然后水位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像我们这个日月潭如果没有雨水的时候，那个青蛙有没有？9只青蛙叠起来的那一个雕像就会跑出来你就会算算，大概几只，那大概水位到哪里？那有一年他们的水位非常的低，结果也就露出这个船，其实这个船只是露出一部分而已，它大部分还是在湖底的泥巴里面，所以被保存得很好。那刚好那个土壤也可以把它保护好，没有让它受到损坏。那他们考古学家就很辛苦的把它挖出来，而且挖出来之后，因为它不能马上接触空气所以用泡沫把它保护好，让它不会很快就风化就脆化了。然后之后呢，再慢慢做一些处理，然后就放在他们的博物馆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挖出来的船，那他们经过这个碳14的这个年代测验去检查，发现竟然是2000多年的船那个木头。然后呢，他们就很高兴就猜这个可能是彼得的，然后又说这个应该是耶稣坐过的船当然耶稣有没有坐过，是不是真的彼得，没有人知道，上面也没有名字，也没有刻任何的名字。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在那边捕鱼其中的一艘船那耶稣跟门徒坐的也是像这样的一艘船。你看这样的船多大？其实没有很大大概2个人或3个人一组可能2艘船一个船队互相配合去拖网去撒网这样子。那当然有时候耶稣他也会跟门徒他们一起坐这样的船当然也要天气状况允许啦，如果风浪太大的话，他们还是会觉得很危险。所以以这样的船，你说他们要到水深之处，其实他们有一些危险。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物理现象就是水越深那波浪就越大，我们都做过这样的实验所以台湾的西边有一条很深的海沟叫黑水沟，有听过吧？我们早先的移民都是要从澎湖，因为先从大陆沿海先到澎湖做休整、做补给，然后再搭船坐到台湾那一定会经过黑水沟。那所以有一句话说，10个去6个死掉，3个留下来台湾，1个又回头1个回去了所以在加利利湖也是一样水最深的地方，最中间的地方，也可能是浪最大的地方，也可能是他们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他们平常也不会真的去那个地方，他们一定会在靠着沿岸的地方，在那边坐船捕鱼而已。这个是地形。那所以圣经也记载有一次耶稣他跟门徒也是坐船要到另外一边去，然后呢耶稣因为很累他医病赶鬼讲道很累，就坐在船头上面睡着了。然后风浪很大，对不对？然后水一直泼进来，这些门徒呢，他们就很担心虽然他们是很经验老道的渔夫渔民，
但是他们还是把耶稣叫起来啊，因为耶稣实在是睡得太沉了。那跟耶稣怎么说啊？我们快丧命了，我们快死了，那你还不管我们吗？啊，耶稣才起来，这个叫风浪平静，啊，他们才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人啊？竟然能够让风浪平静？因为在他们的传说里面，他们会认为说，湖里面住着水怪，啊，或者是鬼怪，啊，时不时就会出来兴风作浪一下，啊，所以可能真的有船就沉下去了，他们就没有再回来，可能啊，所以他们如果真的今天要照耶稣说的到这个湖的中间水深之处要捕鱼，真的是不容易。他们要克服经验的认知，克服他们的知识的了解，也要克服心理的害怕。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常常也会有类似这样子。啊，你不管是被环境所逼，不管是听到特别的声音，或是我们说上帝的感动呼召，要你离开原来的地方，去到一个你觉得陌生，甚至觉得害怕，甚至是你不知道的地方，就是像是到水深之处一样。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验。我大学读的是电机，研究所是读交大电子研究所。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收到台积电的面试通知，不过因为其他原因我就没有去，所以如果我去了，现在就不会在这里。那当然有上帝的带领。后来我去电脑公司当研发工程师，我发现与其为老板卖命卖肝，不如就为上帝卖命，对人的服务更大。那就这样子，我去30岁去读神学院，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到澎湖去当传道。刚刚有讲，在澎湖里面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这些打鱼的人，他们的生活的不同的形态，当然吃了更多的海鲜了哈。那后来离开澎湖到台南去一间中型的教会，不到100人的教会，在那边服侍。那后来又有机会到双联教会当这个关怀牧师。不是说我故意去找都市的教会，不是说故意去找这个大的教会，不是是这过程当中都有上帝的带领。那也不是自己强求的，那只是上帝就是这样带领。那在双联教会也学习很多，我们教会有1000多人，4场礼拜加起来有1000多人。我想说，在这里就已经够我牧了哈，有这么多的会友要关心要照顾。但是在8年前，上帝又让我来到淡江中学，在那边成为主任牧师。淡江中学现在有大概2500个学生，然后有200多个教职员，所以又是一个更大的渔场。在那边有机会陪伴这些年轻人，来跟他们分享信仰。我们也有上课，也有课程，也有生命教育，也有宗教教育。所以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可以去传福音的地方。那有机会能够再跟各位做更多的这方面的分享。总之，在我的生命人生历程当中，我经验到的上帝，就像彼得一样，时不时偶尔就会叫我去另外一个让我觉得陌生、害怕、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带领都有他美好的意思。耶稣让彼得得到满船的渔获，不是要报答他，而是让他能够体验上帝的全能，让他们认识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这个彼得也蛮有趣的啦哈。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就呼召他来跟随他，而且耶稣跟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我们所知道的马偕博士，他在153年前，就是1872年3月9号，那一天的下午3点，来在淡水登陆。他从
加拿大离开他的故乡，也是他觉得舒适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哪里？可能那个时候的地图上还没有办法完整呈现出来。他本来是先到厦门，后来听说，台湾是一个新的教区，他就到台南、高雄，就遇到李修，遇到巴克里当时的宣教师，他们就跟他说，大甲溪以北还没有教会，还没有人信主，所以李修就陪这个马偕来到淡水，然后马偕的日记就写下：我被这个地方深深的感动，我立即下定决心，这就是一直在等待我的宣教区。从此开始，他在北台湾将近30年的宣教的工作，也就有我们的淡水教会，也就有我们的淡江中学、马偕医院，还有这个整个北部大会这些教会。这个就是马偕所留下来给我们的礼物，也是透过它，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上帝国的成员。今天我们也是跟随马偕的脚踪，耶稣呼召门徒，再透过马偕将这个信仰传给我们，这个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就靠我们每一位一起来写这个信仰的故事。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淡水教会，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153年前，你透过马偕博士来到淡水，开始用医疗、教育、用福音来滋润、牧养我们台湾人的身心灵。经过了好几个世代，我们感谢你，马偕所留下来的这些基业越发的扩大。我们在这里成为长老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深感荣幸，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福音的路，因为宣教的路，还会继续靠着我们每一位来继续走下去。就像耶稣说的，我所做的你们要做，并且要做得更大。也求上帝特别赐福看顾我们淡水教会，就像马偕在这里所播扬的福音的种子所建立的教会一样，让我们淡水教会也能够成为台湾所有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